劳法署前北分署长谢基阳涉嫌贪污部分妨财定期禁见，劳动部长今日亲身公布，王姓公务人员是遭受执掌霸凌情形。台海情势紧张，经过陆委会和台北市政府的公通双城论坛是照常举办，市政府也讲，若准威胁变大，就会遵照中央指示。南韩警方在去朝总统府警察厅，国会议长也开始调查国政。另外，前国防部长金良宪也传出伫咧看守所自杀不幸。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劳动部的劳法署逼出着公务人员行底路案件，检方约谈前北分署长谢基阳，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下晡召开羁押庭，裁定羁押禁见。那劳动部长洪新汉今仔日是亲身公布重新启动调查的报告，确认讲这谢基阳长期以来用高压的方式伫咧吓惊当前，一款无友善的工作环境，认定这王姓的公务人员是遭受这场 霸凌，洪新汉也搁再一届向家属回信的。洪新汉看到后天话一时讲袂出来。劳动部劳法署因为逼出涉案公务人员行底路的案件，劳动部长洪新汉说明重新启动调查的结果，对家属是感觉真失礼，而且公布三大调查的结果，确认谢基阳长期以施压、吓惊的模式来领导，互当人持续伫咧压力大、无友善的工作环境。 调查委员会内外部的委员拢认定，这就是霸凌。在他难以向上反映修正的情境下，这也造成了吴姓公务员生前莫大的心理压力跟疲劳。这一点，就我们调查委员会所有内外部的委员都认定，这就是霸凌。洪新汉强调讲，伫工课场霸凌的判断，这位涉案的公务员，伊的工课是做资讯人员。 不过，谢基阳甲指令6起服务专案交代予伊，并不是交予业务单位来处理，这是踏过业务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也那调查委员嘛强调，这一届的调查为着要谨慎，有增加访谈人员，也有伫咧上班时间要求大家各走的爬楼梯，才会指控的内容来做调查。访谈也有比照约访其他的同仁方式，我们也请我们谢分署长、前分署长熟识的同仁以通讯软体通知谢员。 那谢员就回复说，需要用公文书来通知他，他会书面回复。从楼梯这样跑，然后跑到他的办公室这样子哦。那所以其实整个过程都会经过大家所有的工作人的工作区域这样子。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非常多人认为，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不安全的。洪新汉认为讲，规个案件互北分署长期伫咧系统性失灵的状态，除了甲负责的中介主管调职，嘛建议中央甲人事主管调走。 未来伫咧申诉的管道，甲专职调查机制等等的部分会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发生伫咧今年3月宝林地是食物中毒案件，造成6个人死亡，9个人轻重伤。这消基会受到死者家属一个受害民众，总共30人的请求权。今日下晡去到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团体诉讼，甲这业者讨赔上赔到3亿。 台北市政府也强调讲，这受害者申请市政府的调解庭书和消基会团体诉讼是分开进行的，市政府这部分会当尽全力协助。宝林地区今年3月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造成6个人死亡，9个人轻重伤。消基会收到死者家属甲受伤的人有30人请求权，在移到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团体诉讼，向远东百货、台湾大时代餐饮公司、宝林餐饮公司讨赔2.9亿外。 有2位是同一个死者的父母，因为他们在马来西亚觉得这样的诉讼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们后来选择了和解。所以本件原来是32位之后扣掉2位，所以我们这次团体诉讼一共有30位。那我们希望这次的诉讼程序能够快一些，因为对于因果关系啊，还有真正的损害的一个状况，其实都还蛮明确了。 苏金霞强调，消基会替受害者提出团伤，也希望在诉讼过程中，业者会当秉持服务消费者甲解决纷争的态度，唔免等到法院判决出来，会当先来和解。记者打电话给宝林创办人，是无法度接通。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对消基会依法提起团体诉讼，到这个进程，远东百货并无回应。大时代公司是表示尊重，不过因为案件目前已经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大时代公司也会委请专业律师处理。消基会已经提起了团体诉讼的起诉，那我们这边消费争议的调解，受害人他还是可以来申请，用双方都可以
接受的一个和解内容来成立调解的话，那其实这个争议就可以比较早获得解决。北市府特别强调，受害者申请市府调解定书，甲参与消基会团体诉讼两方面拢是独立定书，会当相规进行。市府尊重每一位受害者的意愿，会极力予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吃牛心肝火梦见爸母因，这顶年6月呢，新竹车轮行命案，是因为这嫌犯和爸母冤家，说去买汽油来放火烧厝，包括着嫌犯的妈妈、太太，计共有8亲人互烧死，一审是去互判死刑，然后2审今仔日宣判，合计定是认为讲，虽然伊的行为算是上严重的罪，不过有自首，该判无期徒刑，专案还阁当上诉，然后这死者的家属是无法度接受。我的孙女还不到1岁，我的女儿还不到30岁，她就这样活活的被这样子害死了。凶手竟然还可以逃过死刑，这样的判决，我如何接受？我不能接受。摕到亲人的相片，讲甲目屎流、目屎滴，气甲讲话真大声，死者家属就无跳判，对结果强烈不满。伊的查某囝甲查某孙伫一场人为火灾，无辜赔偿性命。专案都是伫去年6月，新竹市莲台行放火案。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多少个无数的夜晚，流着泪。想着我们最爱的亲人。犯案的陈干雄甲爸母伫工作问题参家务分配去冤家，接受去买汽油放火，母亲家后囝儿兄嫂等人8至亲拢死伫火场。一审以杀害、直系尊亲属罪判死刑，也毋过2审大转变，在伊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自首时显露出懊悔、自责等情绪反应，甚至有向警员借枪自尽的情状，认为其自首属于真实自首。其实陈干雄所为，方认定是上严重之罪，已经达到处死刑的程度。也毋过无判死的关键理由，就是案发迄当时，伊已经表现出后悔，向到场的警员靠咧话赶紧救家后，佮较向警方借枪，想要自杀。合计庭认为，伊的目的并毋是减刑，已经构成自首要件，伊改判无期徒刑，专案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台海无平静，这中共一直甲人威胁，又搁要再举办这双城论坛。陆委会表示讲，和台北市政府沟通了后，最后是同意照常举办。那像这段期间呢，中共加强对台湾的威胁，台北市政府也答应讲会配合中央政府的决定，随时延后活动，避免成做中国政治宣传的工具。为了营造两岸关系的和谐气氛，政府这里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我们先同意上海访团来台参加双城论坛。今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按算17举行，之前有风声讲，因为中国真正扰乱台湾，这个活动可能会冻点。陆委会11开记者会，宣布审查的结果，确定会放行，让台北市府会当继续安排相关的工作，不过有前提。如果这段期间中共对台施压的情势恶化，那台北市政府会配合中央政府的决定，随时延后活动。陆委会除了要求台北市府爱甲拜访团的文件保护照了后，才会发证。副主委杨文杰嘛讲，两方交流气氛若歹，交流嘛是无健康。因那这一届双城论坛是市长周万安就任了后，头一届伫台北举办。伊认为愈紧张、愈困难的时阵，就愈需要沟通交流。过去这几年，其实很多国家认为台湾兵凶战危，也认为这个区域是地缘政治的高危险区。双城论坛是难能可贵，持续维持两岸之间可以沟通交流的市政交流平台。建议台北市政府要借用前几天马英九基金会所办的那样的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讨论，跟引起的一些对这个活动不同的评价，到底这样对国内的各种情势是好与坏？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够审慎的去评估。杜永泰提醒，都要会记你顶一日中国学生团带来风波。
希望台北市府对来拜访的人，除了沟通，嘛要有管理，才会当避免无必要的冲突。台北市府呼吁中央甲地方应该做伙推动两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会坐高铁，这高铁的车票即马要改版咯，未来变较大张，而且改做是扫 QR code 入车站。另外呢，前几天这高铁的自由座发生着这旅客互相泼水的事件，有人认为讲就是因为这自由座的位无够，大家才会起冤家。高铁表示讲，去年7月到今年7月已经增加87个车次，也讲这自由座就是有空位就会当坐。订坐高铁的民众都知影这个感觉这个支票，不过对即日起高铁车票全部改版，新式 QR code 纸票会陆续来推出。新款车票除了这个发车的所在甲到站的时间会较大哩，就连过站门也较省电，每年会省超过10万度的用电量。设计还不错，只是有点大张。车票全新改版，不过进前有民众为着抢自由座互相泼水的事件，也搁再互高铁自由座引发民众讨论。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多付一点钱，然后有座位可以坐。旁边也很多下班的，就是站着。6号座的话，我们会买那个，不会买自由座。有部分民众认为讲自由座争议甲高铁运能不足有关系。高铁讲对去年7月到今年7月已经增加87个班次，针对11月到12月年底旅运的高峰期，每礼拜6要实施短期的增班。自由座它本身为什么叫自由座？就是旅客可以有空位的时候就可以搭乘，我想它没有所谓更换位置的问题。那至于说自由座它的相关的管理，我想当天发生事件的时候，它其实自由座它并不拥挤，在整个安全的角度，在整个舒适的角度，必须台湾高铁跟所有的旅客共同努力。学者认为，高铁买这新世代列车要到2027年才好营运，短期内要大幅来提升运量，这是袂符的。目前的容量不足，其实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高铁我们本来设定的是一个中长程的一个运输的一个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中短途，比如说台北到桃园、台北到新竹这种中短途的这个旅客，也使用高铁当成是它一个运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那这个也会影响到它长途运输的一个功能。学者讲，对着国内中低度的交通票价，因为差无真多民众拢会选坐高铁，呼吁政府莫阁管制公共运输交通票价，才有提升服务的水准，吸引中低度旅客来坐，才发度互代替甲各地客运发挥因运输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基金会去年接到台南人因工伤一个篮球队员的申诉，讲这个教练呢会甲因体罚造成伊受伤。虽然教练呢已经解除聘请咯，不过也发现讲这受害者唔那一个学生尔，教练是解释讲拢经过家长的同意才来体罚学生的。他最严重一次是拿码表甩我的背跟头，然后最后我的头就是头破血流。郑冰晶咧讲，互教练暴力对待过程，这个学生其实已经真久拢无度好好困，规身躯白疼。伊讲2022年歇热的时进入南英上港篮球队，因为毋是自细汉咧练，定定对不着进度。8月中，互姓刘的教练骂，阁互伊等杯仔鞋仔，甚至甲学生的喙踢垃圾杯仔，一直到去年才甲因老母讲。伤害到现在，学校的态度很敷衍，我到现在连一句学校的道歉都没有。学生的老母讲，虽网霸凌已经成立，不过到即马学校拢无出来回实咧。日本指出，调查小组咧调查的时，认定有另外4个球员也互霸凌，社会局甲教练罚36万。其实那些证人，他们一开始不觉得自己被霸凌，他们说篮球队就这样啊，这就是训练啊，本来就这样啊，没打好就这样啊。是调查小组说这样的行为已经是被构成霸凌了，所以才将其中的证人转成被害者。防指控霸凌的教练回应，这个学生伫厝内状况真济，是人家拜托，互伊去球队接受训练，而且父母同意体罚，所有管教的手段，父母拢知影。体罚是经过父母亲的同意的。你有打他巴掌吗？应该不算是打巴掌，可是手挥，不是故意特意去打他巴掌的。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啦，是不能打，不能骂。这我承认，那我就是我错，因为我不适合现在的教育。这个教练表示会接受行政处分。刘伟讲，未来应该禁止运动和体育训练的暴力。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太保伫车皮有一位智能障碍80岁老大人失踪，警方调查了后才发现，讲这个老大人行入去一条巷仔内面，到现场来看，发现这位老大人徛伫遐，不过意识真清楚，敢若破皮尔尔，加在是无严重。红花巷愈向内底行愈矮，行到后壁，就算当有一个人嘛真歹通过。警消退出巷仔了，就看到长者倒伫巷仔尾，头里奇的徛伫铁皮甲壁边。嘉义县太保市一个智能障碍的80几岁李姓长辈，车被互厝内人通报失踪，警方调监视器发现长者消失伫中正路一条巷仔内底。警方立即派员前往查看，果真发现被协寻人倒卧巷内，遭铁皮夹住，动弹不得。立即通知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处置。消防来到徛街内底发动机具，准备破坏铁皮，将壁锯出一个坑了后，才互无法度顶动的长者拖困。消防提醒民众会使互厝内的长者挂有编号列册的爱心手环。提醒民众平时应多关心家中患有精神疾病及智能障碍长者，可于患者手上佩戴爱心手环，或留有联系方式之名牌，让最短时间内协助走失者找到回家的路。救护车甲担架藏伫巷仔外台面，加载长者虽然骹手有受伤，但意识清楚，拖困了后送去嘉义中街。警消嘛提醒民众，爱加关心厝内有精神疾病，也是智能障碍的长者，以免造成危害。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嘉义报道。国际记者联盟11公布全球记者采访安全报告，今年总共有104名记者殉职，人数虽然比2023年129个人搁较少，不过对新闻界来讲，有关是真严重的。特别是有一半记者拢是一个加沙走廊死亡，其中有55人是巴勒斯坦的记者。那全世界呢有520名记者互抓起来，敢若伫咧中国就抓135个人。2023年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伫黎巴嫩南部边界发动炮火攻势，路透社摄影记者伊萨姆当场无难身亡，也伤到半岛电视台甲发新社4名记者。也那半岛电视台派驻伫加沙走廊的特派员大都虽然有闪过空袭，不过伊的家后甲囝儿，伊个孙仔是不幸罹难。身处加沙阵地，以色列空袭甲炮火攻势是无生目睭的，记者人身安全因讲是毫无保障。根据国际记者联盟11公布消息，今年总共有104名记者殉职，其中有一半记者是死伫加沙，有55个人是巴勒斯坦记者。也来敢若看以下的件数，开战以来，罹难的巴勒斯坦记者人数就138人。Donc c'est une des pires années depuis 1990, pas la pire, mais une des pires. L'année dernière, on avait 129 morts, là on en compte 104. À l'heure qu'il est, au 10 décembre, bien entendu, ça peut encore évoluer jusqu'au 31 décembre. Mais une des pires années, ouais, c'est le avec un taux, et ça c'est rarissime, c'est la deuxième année que ça arrive, avec un taux d'une même nationalité. 国际记者联盟也公布，全球有520名记者互关押，其中以中国加禁135名记者人数上最。另外，南韩政府伫初三发布戒严令，总统尹锡悦点名美利亚青岛内底常常批评尹锡悦政府，长期追踪尹锡悦夫人金建熙的丑闻，有180万用户的新闻工厂 YouTube 频道的南韩记者金武俊也在其中。伊受到迄暗办公室外口至少20名野青的南韩军人守伫外口，同时有4台军方车辆。当时真危险、真紧张。伊讲听到任何风吹草动，伊就感觉是真惊吓。尾啊，伊是米36点钟才渡过难关。 만약에 계엄이 해제되지 않는다면 죽을 수도 있겠다. 尽管戒严令风波已经平息，不过讲到迄暗的情形，伊也是感觉惊惊。伊讲做新闻工作20多年啊，阮是话政府是看过上海执政的团队。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调查，南韩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对原本的47名落到62名。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在5年前，因为贪污案件被起诉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拜二因为这桩案件头一届出庭，伊是否认所有罪行，也讲这拢是抹黑。也因为即马这战争是还未结束，也搁再有官司，外界看起来纳坦雅胡真可能是头壳摸的笑。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10头一摆为涉贪的案件来出庭，这个案件审理因为以下件事受到拖延。不过法官顶礼拜裁定，纳坦雅胡必须每礼拜出庭3摆，可以无多搁再回避。作为执政党、立库党成员同时到场来支持。
מה שקורה זה הזוי, בזמן מלחמה שמביאים את נתניהו לפה. זאת ההוכחה המוחצת שמנסים להפיל את ראש הממשלה ולא בקלפי. 也来支持甲反对纳坦雅胡民众，早已经伫法庭外口示威抗议来对立。其中反对纳坦雅胡对加沙开战，却是一直无多互人质平安等来示威民众手举标语，口说纳坦雅胡后生伫迈阿密的海堡度假，也来因的后生却是爱上战场。 כדי להביע תמיכה בשלטון החוק, כדי להתנגד נחרצות לעובדה שיש לנו ראש ממשלה שהוא גם נאשם בפלילים וגם פושע מלחמה. 纳坦雅胡因为涉嫌收钱，早起甲陪审罪，伫2019年互检方起诉。涉案内容包含收价值超过26万美金的名贵物件，包含大公分、珠宝甲香槟酒。伊是对1万的获益人提供商业甲个人利益，正做回报。另外，纳坦雅胡也互媒体大头家好处，甲外对做出有利的报道。也阮纳坦雅胡出庭时批评这指控是真罕告可笑，讲将调查是严密找人负责的行动。 除了这个刑事官司，纳坦雅胡顶个月也互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伫加沙冲突中犯下战争罪，已经对伊发布逮捕令。纳坦雅胡前后3摆担任以色列总理，在任时间超过15年，是以色列对1948年建国以来任期上长的总理。坚持要消灭哈马斯的伊，即阵爱伫法院甲战争成两边走，正做以色列头一位面临刑事审判的总理，处境是真解忧。公视新闻张慧斌编译。 讲到咧，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是伫咧2021年2月发生，真侪乌克兰的查甫人因无想要做兵，就走去罗马尼亚。这几年来，这救难人员伫咧科尔巴千山救超过160个人，其中有一个28岁查甫人，顶礼拜落大雪，伊来搬山过鸟，冻伤甲真严重，而且伊阁带一只猫仔囝，加在人含鸟拢有活落来。 这科尔巴千山零下10度的暴风雪，翻山过岭到甲罗马尼亚北部，这18岁乌克兰查甫人杜达为闪被顶掉，被伫个深山峡谷内底，结果严重冻伤，而且体温真低。互救援人员发现，将其降落山，到较安全的所在时阵，救援人员问杜达健康状况，佮救回伊的衫，发现一只猫仔伫内底。 杜达唯一关心的是猫的状况，毋是家己。伊讲即马真欢喜，因为猫还佫活咧。即只猫叫做桃仔，因为杜达为伊出卵才互伊活落来。杜达为得救到脱离峡谷进前，规个5点钟一直抱猫仔，而且送去了后，杜达也只讲，请将猫仔照顾好。杜达甲桃仔被困伫山内，敢若靠雪水卫生。 得救进前4天，粮食都已经食了。伊讲用得救亲像一张网共款，而且桃仔一直温暖伊的心，才互杜达有活的信念。救援人员将因送去收容中心，佮表示杜达的冻伤也佮爱继续治疗。反倒断是桃仔已经完全好啊。事实上，除了杜达，救援人员迄一天佮找另外2个乌克兰逃兵。为俄乌战争爆发到即马，救援人员已经伫这山区救超过160个乌克兰查甫人。 也有16人死亡，而且为今年10月开始，乌克兰的征兵年岁为17岁降到25岁。根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逃兵人数恐惊有20万。在罗西亚入侵之下，这互乌克兰步兵压力是愈来愈沉重。公视新闻新竹培编译。 立法院今日召开专案委员会审查这司法院大法官人事案，再去针对着这被提名人资格审查。在野党是搁再讲到进前死刑释宪的证据，即期这大法官释宪已经关过着立法权咯。那大法官被提名人何赖杰是强调，释宪案呢，并无甲这死刑废除，只是甲这要件讲好搁较明确。那陈文才也强调讲，着爱深化对这死刑。 尊会基地的公共地位。宪法法庭若无法维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法治必然荡然不存。立法院专案委员会10日持续审查司法院大法官人事案，被提名人何乃杰、陈文才、王碧芳等人列席报告。在野党立委针对顶一个死刑释宪案，要求大家表明立场。 我是反对死刑，反对死刑跟废除死刑，我认为还是有一些不同。用解释取代立法，你认为这在宪法法院或者是全世界的立法例上有这样的方法吗？他们在具体解释的时候，当然
每一个阶段，它会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考量。你的结论是要交给个案来做判断，是吗？对，我们的法官其实是要依照法律独立审判。目前法律还维持死刑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时候，法官只能依照个案来决定要不要宣告死刑。在野党质疑死刑释宪案的无合理性，讲到大部分的民调显示，民众是反对废除死刑。立委阁问讲，正做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应该安怎看待舆论效应？大法官在解释宪法的时候，他的高度必须要能够纵观国家的一个全部的状况，不是媒体或者是舆论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大法官一定要依照这个媒体跟舆论去走。有倾听民意吗？还是说我们几个大法官决定就可以？民意并不拘束大法官，毕竟当然啦，对啊，连总统都不会听民意呀。那你们是大法官，是总统的管辖区，你们怎么可能会考虑我们的民意？对死刑释宪案，在野党以实质废除死刑，质疑大法官的解说是司法权干涉立法权。河内家驳回讲并无废除死刑，大法官的解说是爱甲重点讲好清楚，确定死刑判决的谨慎甲点定的特性。但文在强调讲，应该深化对死刑议题公共对话，才会当找到平衡司法正义、甲人权保障上好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家长要注意哦，这国内的出版商空险翰林难易，这个国中小的教材呢，互人影印摕去背。伫新北就一间文具行，甲这考试卷影印了后，放伫网络顶头背。那桃园呢，有这连锁补习班防指控讲，因偷印这出版商的教材，甚至甲这试卷的电子档传伫个赖群组，分享给学生也家长。这两件案件侵权价值拢超过2亿，目前这4个人拢向医生发办。经到罗兰桃园，都是有名的补习班。就这样而已。早早一箱一箱资料都是教材考试单。这间位于桃园的连锁报告机构，涉入盗版风波，防指控无经过同意非法印出版商的教材。警方查考600多份考题本，200多张测验单。补习班更加将盗版的考试单摄像用电子档传递赖群组分享给学生和家长。有在这个赖的群组上散布这些相关的重制的著作权人的这些著作物，那这些家长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违反相关的著作权法，所以就主动向我们检举。为空闲汉人教难业，家己出版的作品拢防非法盗用，受害出版商也发现伫电商平台虾皮有人咧卖盗版的影印教材。经过警方调查，直接去新北市永和一间老牌册局。是就做门市的书籍销售而已，所以其他你说那些事情我真的不是很了解。面对媒体询问，业者表示甲事实有出入，对专案无清楚。不过警方现场查扣几10箱的测验单，侵权公碟等证物，干那2个案件侵权期待的超过2亿，拢达到著作权的红线。如果买到盗版，然后被人家说，你是这样子非合理的使用，你人家卖100，你才用50，所以你这样子显然就不合理，也有可能是会被抓啊。就像以前假设买大补贴那种东西就是非法的你就不能使用大补贴啊。其实除了业者、消费者买盗版，律师提醒，也可能涉及不法，甚至随意下载、影印他人的作品，只要超过合理使用范围，同款也违反重罪权。记者综合报道。定定听人讲，先做互囡仔看，才讲互囡仔听。教囝有仇，唔通教囝爬树，做一个好榜样。虽然这大人爱做囡仔人的榜样，唔过恁敢有想过讲，一个囡仔伊根本就无想要捌水，无想要学仇，敢有去尊重这囡仔意愿呢？这国教行动联盟呢，因就发现讲，即摆有真少单位愿意针对着青年来做因要义问题调查，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因也按算讲要针对这国小5年啊到高中3年学生。发动一份问卷调查，要统计一寡少年人上届要义的10项议题，来予政府将做这施政的参考。伫未来设计政策的时阵呢，会当对囡仔的角度来出发，设计出适合因的政策。老师们以及主任们是没有去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反而是让同学去笑说去排挤他。过去台中的国小校园传出疑似霸凌事件，唔但同学校方的主任也涉嫌霸凌。
国教行动联盟指出，霸凌议题受到关心。校园霸凌事件也一再发生，虽然有管道会使互学生啊申诉，但是学生啊敢知影安怎申诉，敢敢申诉，顾虑啥物？加上设计制度的拢是大人，对学生囡仔来讲，有可能设想就无够周全。觉得大人也有关注到，但是小孩子他们其实对于这个议题，他们里面是很多是不知所措的，特别是那些他们接受过霸凌的孩子，他们可能会表示说，他们曾经跟老师反映过，但老师的反应可能就是说，哎呀，同学在开玩笑，或者是说可能就请他们去做申诉。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可比如国小、国中生，听到申诉这2个字是非常陌生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国教联盟认为，真侪甲囡仔、青少年有关系的政策，拢真罕得听到囡仔的心声，也较袂为囡仔的角度去思考。亲像讨论甲真热的大班林古玲政策，应该是送到教室，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差点喝到你。我们的整个政策面会有一个状况，就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支持，我们怎么一直说孩子需要，孩子需要？我们希望政府去看到这个数据，去支持说他要做的政策。这种还是互相沟通的过程。联盟表示，政府推动班班林古玲政策，虽然本意真好，但是有的囡仔讨厌林古玲，有的囡仔林古玲会落屎，这寡来自囡仔的声音，定互人无注意到。所以，国教联盟按算透过社群媒体，针对国校5年啊到高中3年的学生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去了解青少年要以啥款议题。希望收集3000份调查，每年1过公布调查结果，予政府做参考。5万以后定政策，爱为囡仔的角度去思考。记者阮王庆忠台北报道。新竹的保基团体拜山的时阵呢，有找台语配音员圆仔姐姐，大家斗阵来搬一出台语囡仔歌，这趣味活泼的互动，互现场的囡仔是愈听愈心涩。早起准时叫大家起床，才知影我声音愈来愈歹听。用各种动物的叫声搬戏，兼学台语用词，大家做伙哪搬戏哪讲故事，众人拢听甲笑嗨嗨。参加的民众讲，这是家己第一摆用声音来搬戏，感觉真趣味。我今仔日是演家啊，搬演家啊，就感觉足趣味。大家做伙演嘛是头一摆安尼搬。像华语共款，伊爱有一款文字的册，足短简单的文字的册，会使互伊学习到台语这个语言内底较文学的、较故事的、较有组织性的迄种台语的水、台语这个语言的足赞的一个所在。保基团体拜三邀请台语配音员圆仔姐姐到新竹，甲大家用声音搬故事，互囡仔听。囡仔毋但发现声音真奥妙，也对过程中对台语更较有兴趣。台语配音甲华语配音是相共，拢是表演的一部分。只是讲伫咧台语配音的时阵，会更较注重一寡声调、变调，阁有发音。除了搬戏以外，圆仔姐姐搁伫现场分享出一个台语配音员的趣味台，嘛教家长安怎互为囡仔创造自然的台语环境。甲囡仔较接讲，当然可能囡仔有当阵因为华语环境的关系，伊会较歹势讲台语，毋过嘛无要紧，咱用鼓励的方式，鼓励因接讲，或者是讲互因听惯势一寡台语的囡仔歌。母语团体指出，透过趣味的活动，会当增加大人甲囡仔伫台语听甲讲的能力，重要的是会当提升囡仔对学台语的兴趣。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行政院核定的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按算2026年要达成台语家庭4万户的目标。文化部11月底也推出台语家庭计划，这家庭成员会当透过申请参加到这课程活动累积点数，上尾也有奖励金。学者甲民间团体拢认为，讲用鼓励方式来引导民众学台语，而且是对家庭来做起，对提升母语意识是有正面的帮助。父母陪伴伫囡仔边仔做伙读台语绘本。这几年，不管是政府也是民间，有举办哪来哪侪台语课程甲活动。也若文化部伫11月底也推出台语家庭计划，鼓励更较侪家庭来参与。民众会当伫网站注册，透过参加台语课程活动，累积点数，就会当成做台语家庭。上尾会有500块到1800块的奖励金。
因原本可能无意识，爱讲有即个奖金的吼，还是讲奖励金真好，我会当来参加即个阶段。咱拄好要去做即个台妇家庭的即个阶段，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帮助的方法。学者表示，即届计划以家庭做单位是真好的起点，因为对囡仔来讲，熟悉世界上主要拢是透过厝内底的人互相交流。即个计划甲台语家庭分做两类，若是民众无一定会晓讲，毋过想要重新学台语，就属于台语学习家庭；也若平常时就有实际用台语沟通，就属于台语文化家庭。民众会当根据家庭分类，选择适合家己的课程活动来学习。干那两个人做一个单位尔，两个人就会使啊。所以讲，基本上伊要踏入来迄个伊迄个等于讲做迄个阶段，其实是足简单的，足简单，两个人就会使嘛。你处理两个人讲，我想要来开始来做这件代志，伊较好入来。较好入门啦。民间团体表示，台语家庭的申请，两个人就会使成立，是真好入门。学者认为，台语家庭计划用鼓励的方式，甲一寡少年父母相招入来，做伙学习台语，对提升母语意识真有帮助。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甲这位查拉讲，这的士土地公你是饲无假哦。这桃园的龙潭大北坑的土地公互偷车两改走，经过地方的讨论，这八公也有同意，落尾是改用这古锥版本的土地公。这个月初已经开工安做啊。提清香拜拜祈福，桃园龙潭区大北坑正北宫充满古意的土地公庙已经200年的历史，是地方居民的信仰中心。今年8月新增2摆互人偷去，经过地方讨论，也透过仪式得到土地公的同意了后，改徛Q版的土地公。Q 版的就比较可爱啊。100多年哦，变化也不错了。我觉得很好啊，也。除了展现我们地方的特色，也发挥创意。甲过去庄严的土地公比起来，有信众虽然无干的关系，不过感觉拥有地方特色真有创意。Q 版土地公设计理念是结合在地产业、东方美人地概念，伫尾到红瓦顶观用小力核闪气象，希望土地公保庇地方产业永兴旺。高度有47公分，宽度有30公分，那重量有将近快50公斤，那下次要搬运走是很不方便，很不容易。因为进前2个新村拢互人偷去，大北坑农村发展协会表示，新的土地公石雕有50公斤，高多卡伫庙门的后顶，相信贼偷想要偷也无法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鹿港的历史建筑西晋的古厝，今年当着这地动甲落大雨过，老井就放弃。现代子孙含地方的文书甲作者就批评讲，2009年订了到单，政府拢无要来修理。文化局是表示讲，会请专家学者去到现场了解，看敢会成果定无，未来也会向这中央争取经费，赶紧来征收。礼拜四的大厅看到是几涂骹的破遐甲倒落来条啊！彰化县鹿港镇历史建筑西晋一古厝，今年拄到强烈地震甲几礼拜大雨，原本真悬的老井出现落落来情形，四家第33代后人四古窑，每天来烧香祭拜，拢烦恼讲头壳顶会有物件落落来无，真无奈。可惜是可惜啊，反正东西就是会坏呀，尽量保持它的原状啊，就是尽人事啊。鹿港四甲是清代中期地方有钱有知识的人士，捌伫当地开设的西晋益商行，以此为名古厝保存历晋的建筑。门厅内底有通风采光用的老井，使用的形木数量是台湾传统建筑内底上多。四甲后代希望会使保留传统民居的建筑，主动提报了后，伫2009年订立真侪历史建筑。文书工作者讲，订立到即阵15年，无看政府修复，甲当地相关是历史建筑的迄册别踪，早已经修复转型真侪工艺展览馆来比较，西晋一古厝是愈来愈破旧了。15年都没有动，没有动。你看以前都很完整的这些雕花，到现在都掉了，屋顶也垮了，梁柱也断了所以说再不整修的话，哪有一天可能就是像这一堆土一样，整个都变成一个灰灰。损坏状况是不是有更加严重的一个状况我们在请专业学者去判断那如果说有需要做紧急
必要的一个加固修缮的话，那我们会紧速来处理这样子。中华县文化局讲，修复计划对2019年开始进行，到今年4月向文化部申请修复工程经费，也阁无得到补助。最近会请专家学者来勘察，评估是毋是需要赶紧来修理，也会继续向中央争取，赶紧互古厝恢复风貌。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讲欠才有底，而且这欠物件就唔通乱弹，乱弹就是粪扫啊，回收就会变做是资源。今摆还阁人透过修复来甲伊复原。来看这高雄市的环保局成立这16年的木工厂，嘉宾将拼掉的家具，还阁这脚踏车翻新过了后呢，佮再引进着新的工艺技术，或者的家具会当有新的生命，继续互民众使用。行吗？这除锈完喷漆上去就算新的了。对一堆零件内底找到适合的椅垫啊，老经验的师傅甲废弃的脚踏车、对车台到挡皮啊，拢总翻新过。因为工课真无简单，一工简单会当翻新2台尔。整理过的脚踏车介绍才新车的1/3，无斟酌看，阁看袂出伊自本是中国的。这款再生脚踏车，简单是今年就卖超过100台。总家己等于甲当做是歹铁啊处理，互盖无彩。所以环保局才有这个想法，讲是毋是这个脚踏车咱甲回收转来，甲伊做一个简单的修复。你可以把它做成简单化了，可是它就失去它的美感，这就是它原本的那古早味的那种样子。除了脚踏车，伫咧环保局木工厂上介侪永世不忠的家具，废弃的檜木器菜图，门着歹骨啊地去，期间收集废弃的檜木器擦条，准备要甲菜图恢复到自本的模样。期间讲家具要翻新，其实无恶做，有一寡形体比较较旧的，因会用镭射雕刻，互家具看起来较无共款。伊的形体甲伊的设计。拢会较甲即马现代家具有一点啊距离啊，阮会尽量修复，互伊甲即马的家具会较接近。高雄市环保局统计，左营甲主管2座家具再生木工厂，一年会当翻新9000件的家具甲脚踏车，收入140万。目前逐个月会定期开放旧家具再利用，嘛互因有新生命。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讲到这电力发电，一般人拢会想到这正大机的行业啊，虽是上无一定爱大机。这英国工业大城必明喊着这科技业者和学术界合作，因使用这人工智慧辅助设计和模具，研发出适合当地环境的风力发电业啊。这个由几啊片红叶仔组成的实验性风力发电设施，就是科技业者上新的设计。传统的风力发电机组就像安尼，关度有数十公尺的高塔，搭配10多公尺长的红叶仔，伫空旷地区大量设置，进行大规模的风力发电。也毋过像北冰汉这款人口100万以上的大都市，四围拢是大楼，就算有空地啊会当设置风叶仔，也无可能像传统的风力发电设备共款。所以当地一间专门设计各种工业用的风叶仔的公司，甲北冰汉大学合作，设计出这个看起来像装置艺术的风力发电机组。The reason that's there is because the wind is channeled off the blades into the center of this turbine, where it creates a vortex. And this little localized vortex means you get much more power out of the Birmingham blade than you do in a normal design, where it's just being dragged or pushed along by the wind. 学者指出，传统的风力发电场所爱有每秒10公尺以上的风速，北冰汉市区的风速平均只有每秒3.6公尺，所以需要有全新的思考方式。伫研发无共风力风叶仔的过程中，爱伫短时间内以上省力方式设计佮测试出上符合在地需求的风叶仔，这就爱靠人工智慧啊。We generated, tested, and refined more than 2,000 different designs in 8 days. And can you imagine the size of the workforce you would need to do that in real life? If we did this using conventional methodologies, it would take years, probably decade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ultimately almost certainly still wouldn't be as good as the design it came up.
这个实验性的风夹啊，以铝合金制成，测试期间会先放伫建筑物的顶楼，业者预计2025年下半年会当完成测试，佮正式投入生产。公司新闻自家人编译。在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受到这东北季风的影响，对今仔暗时开始就变天哦。这北部、东北部地区呢，天气开始变做是湿个冷，那拜五进前拢会落伫底阵雨。那讲到后一阵大冷的空气会伫咧拜六落南，影响到台湾，上低温度可能存无到10度。最近天气特别变寒，这高的气温就要赶紧摕出来抹。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6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提醒来观众朋友，天气要变寒，就要特别注意哦。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